弟去死不去？谁知大老爷扯淡小女子，心思刚到家境，我也就不嫌去。哼，好一张脸孔，堂上也有文气，写得明明白白，岂为求夺了你？请问这文签上可以我亲笔画押，妇女可以官的印信，在本罪该上过瘾。慢，这文签是武定最所写，要给官印也有武定最所给。你是彻底藏罪，只怕你给不得官印。这个圣上令，你再三不肯离开武定镇，莫非在哪里还有什么牵挂不成？别无牵挂，武定镇与我的兄弟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待本罪去把你兄弟抓来，和你一同跟在那客上前去，这里也可早日相见，你看是否？我兄弟只怕你传他不通。否则，当长州衙门，难道全部都演过烟花女子的兄弟吗？我兄弟也是个做官的呢。你兄弟做官，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，哎，也做起官来了。兄弟不但做官，还是个大官。总不见得和我一样是一个五品知府吧？我兄弟的官比你还大，衙门比你还宽，机关比你还高。难道是朝廷钦差不成？正是不负心安。沈三娘，你那兄弟是哪年中举哪年一时新的名声，快快讲来，只有一言差错，难免使用他去。大老爷，请听。去。我兄弟家子年间总可居，一岁年间的对你，玉璧青天心宝布，山东茶坊是排名。试问他是哪一个？曾愧就是兄弟名。这是他烟花映下仙女，那是他兄弟是爱人生凭空对你而放，谁知他怕天理。还不快与公公快走！不对呀，我想神亏大神，身为心安，岂肯让他进罪落水为妻？看来是我将他当尽了，他故意拿心安来想我。圣上令，女人大人可是一目同胞？非也，莫非是说这的？也不是。操！本人善良，女人大人也不是同胞生子孩儿，抱着说把这的，分明是心开无言，欺骗本府，这晚了当。我还有下令一禀。去。
空心。神善良，你是陈子成大人的先生，不知你教他些什么？究竟是资质不佳，教书法梅花算题。梅花算题？想着梅花算题，我仅仅能写，难道他也能写的？项目仅仅能上书书写，神善良。本罪要看你梅花算题写的时候，可非当当写了。请老爷赐下笔言。来，去问王世宝与他。请老爷再赐一只郎好，谁有一只何用？小女子是有脸的，上谁能写梅花算题？上谁写诗吗？在其他言子。家与众不同。你说的是哪一家
弟已经自本，想你祖传历史之本，共于其中，共于三卷，也在我此，教育兄弟，以后标记也算红色圣地，你说的是无言。退他！秦四岁，强风所后的一言作海女。先生。李凤鸣，你脱早动手，你团长动手，孩儿。